帝，请奏乐。上帝啊，求你听我的求救，阿罗听我的祈祷。我的心失志的时，就要对地极求救你，求你带我到迄个比我较悬的石盘，因为你捌做我刀闪的所在，做我坚固的台，来脱离对敌。我要永远住伫你的布边，我要秘伫你是会隐蔽的所在。敬拜俄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新的一礼拜开始，咱用敬拜咱的上帝，做一个美好的开始，好无？你甲找三个兄弟姊妹，你甲祝福讲，耶和华是我的王，伊要带领我。耶和华是我的王，伊要带领我。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即马就用咱的歌声来敬拜咱的上帝。咱敬拜进前，咱用使徒圣经来宣告咱的信仰。咱邀请兄弟姊妹起立。咱来宣告，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入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伫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的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咱来敬拜咱的上帝。咱来拍拍啊！
咱做成大代志。当咱逐工祈祷的时阵，咱的心要甲伊结连，上帝就要赐福。祈祷的心，真是幸福，我心团里相知。
好，因为祈祷咱是来到伫即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的面前。祈祷是谦卑家己，尊迎咱的上帝。我相信主的权柄就伫咱祈祷的时，伫遮显露落来。咱会早起要特别为着两位姊妹来祈祷。第一位就是罗桂凤姊妹，罗桂凤姊妹可能第二场较来吼，今仔日无看到人吼，就是银安张老娘的妈妈，就是小黄长老的妈妈，咱来为着咱罗桂凤姊妹来祈祷，咱开声来提名，为着桂凤姊妹来祈祷来。主，我感谢你，会早起我伫遮特别为着提名，为着桂凤姊妹来祈祷。上帝，我感谢你，伊一生倚靠你，张老娘伊一生水的信仰，诚做教会，诚做家庭的祝福。我看见伊起调着你，虽然伫身躯的无方便中间，面路中间有缘亲近你，主，我欢喜。伊诚做阮的典范，伫阮的中间，愿求你来继续引带伊，互伊身躯健康，互伊灵魂清净，互伊意爱伫即个敬拜内面，感谢姊妹好的交陪，嘛，互伊得到伊事实的有效，伫晚年的时阵来经验上帝你丰盛的祝福。感谢你，加天恩典更较济伫的顶面，感谢主。咱第二位要来为着蔡文文来祈祷哈，今仔日文文是咱的接待哈，伊伫后壁哈，咱的文文执事哈，咱来为着文文来祈祷，来提名为着蔡文文蔡文文执事来祈祷哈，敢是叫文文哈，对哈，咱这长辈知影哈，来咱为着伊来祈祷来。主，愿感谢你，愿这个时阵提名为着蔡文文执事来祈祷，感谢你兴起伊，诚做你的同工，伫教会做伙伫遮来为着你的葡萄园来努力打拼。我看见伊用心伫遐个带小组来专心来服侍你，我感谢你，主啊，你的恩典更较济伫个顶面，互伊心神是日日清爽愉快。互伊伫工作顶面会当真纯水的见证，嘛，互伊伫未来伫婚姻、伫家庭的中间，更加看见上帝你为着伊开的路是一个喜乐，是充满祝福的道路。感谢你将伊交伫你的手中，哈利路亚！主，愿感谢你，因为阮会当彼此祈祷，就是你互阮的权柄，表示阮是诚做一体的，因为你的听伫阮中间，就互阮的姊妹。伫你的中间来经验你的同在甲喜乐，感谢你，因为这是祈祷的殿，是阮做伙伫遮同心敬拜的所在，将一切荣耀归乎你，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来到你心间。奉献军队来回应，献上我家己正做你合意的器具，你收拾我心的生命，若用信心来充满我。顺他你的心意，听无你的声音。我要做基督的殿，圣洁基督的殿，万国万民拢要主持。敬拜。
就我家己正做你和你的器具，你收拾我心的生命，搁因心情来充满我，我要顺从你的心意，幸无你的声音。靠我伫主的面前，哈利路亚。我要做基督的地，圣洁基督的地，万国万民拢要出钱来敬拜阿罗尼。我要做基督的地，圣洁基督的地，万国万民拢要出钱来敬拜阿罗尼。圣洁的地，我要做基督的地，圣洁基督的地，万国万民拢要出钱来敬拜阿罗尼。我要做基督的地，圣洁基督的地，万国万民拢要出钱来敬拜阿罗尼。咱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我感谢你，咱大家开声来祈祷，因为咱要做圣洁的殿，基督的殿，哈利路亚！主，我感谢你，互阮正做基督的殿，互阮已经跟对你，互阮已经到你面前，互你欢喜。我要听你的声，因为你信实的帮助我，提升我，互阮的生命更加丰盛。伫你内面，我祝你欢喜。主啊，我要做基督的殿，我要正做基督的殿。我要将一切问题拢带到你面前，我要将一切恶乐、敬拜拢带到你面前。感谢你，听我的祈祷，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听我的祈祷，哈利路亚！咱将一切祈祷。我要做基督的地，圣洁基督的地，万国万民拢要出钱来敬拜阿罗尼。我要做基督的地，圣洁基督的地，万国万民拢要出钱来敬拜阿罗尼。万国万民拢要出钱来敬拜阿罗尼。主，阮感谢你，你爱你的囝儿查某囝亲近你，阮会早起就亲近你，来到你面前。不但阮本身要成做基督的殿，阮的教会嘛要成做基督的殿，阮的厝嘛要成做基督的殿。因为有基督，你就伫遐掌权；有基督，你目睭就看顾阮，享受福气互阮。感谢你听阮的祈祷，将一切荣耀归乎你，将一切的重担嘛写伫你的面前。感谢基督，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
即时，请咱三甲来恭受上帝的话，记载伫希伯来书11章17节到22节。请对神亚伯拉罕受试的时，献以撒，就是迄个承受者的应允的，献一独生的囝。捌有甲伊讲，对以撒生的，要做你的后裔。因为伊掠做上帝对死人中的祸患，所以通譬如讲，得到伊对死倒转来。对神，以撒论将来的事，祝福雅各以扫。对神，雅各临终的时，甲约瑟两个囝祝福，徛我来敬拜。对神临终的时，念着以色列的后裔要出埃及，搁为着伊的国孩来欢呼。圣经读到这，愿上帝赐福听探伊的话人。即马请加别的诗班来学罗上帝，因要用的诗是你的恩典。每当
一切都看顾，你的恩典够我用，超乎我所想所求。因你是唯一全能的救主，因你是唯一全能的救主。因你是唯一全能的救主。伊要请本堂周牧师来证道，伊要讲的题目是为家庭带来祝福。所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真欢喜，会早起做一只来敬拜服侍咱的上帝。看到这少年因用时间准备来这献诗的时阵。就想到阮少年的时阵嘛是安尼吼，伫国小6年就参加圣歌队，一直起来，一直起来。我相信这是咱这个信仰的资产，嘛期待上帝帮咱，互咱会当代代传承伫咱的家，伫咱的教会中间。今仔日咱会当遮做伙敬拜，我相信这是上帝对咱的恩待，嘛互咱伫每一届敬拜内面会当较深深。来体会伊会经验伊的同在的平安。好有出来吧 ？OK， 好。这时阵咱起立，咱做伙来宣告上帝的话语的开力来。上帝启示的圣经。是我生命的宝藏，快乐的源头，选择的根据。现在我要领受真理，我用信心宣告，我的心门大开，灵魂精英。我为力上加力，温上加温，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请坐。咱今仔日透过这段经文，咱做伙来思考这个题目，为着家庭带来祝福。牧师拢甲5月看作是咱教会的家庭月，所以5月若有机会讲道分享，总是会讲到家庭这个议题。嘛，望透过安尼来唤起咱兄弟姊妹，更较重视咱的家庭的生活，因为家庭是上帝祝福的一个基础。我相信这是咱每一日拢会当去经营，嘛用家庭成做咱一个信仰见证一个真重要的一个来源。感谢主，就是伫母亲节的过一天，我甲潘牧师阮2个人就落去到高雄的所在去来看我的妈妈，今年94岁。感谢主，互伊虽然行动较一点仔无方便，伫安养中心。总是伊的灵魂真精英。即摆真特别，就是因为潘牧师的孙需要伊来协助去讲亲情吼，即个孙女所以2-3个月前就一直约无时间最后约伫迄天所以就跟对方来讲亲情所以第一届我家己去到安养中心，甲我的妈妈伫迄搭遐讲话吼。我知影妈妈的习惯，所以我开车去7-Eleven，就买2个布丁安尼吼，买1条金蕉安尼吼，嘿，摕即2个物件，就去妈妈遐安尼吼。我无甲妈妈讲我要转去，所以看到我足欢喜的吼。哇，我够欢喜，讲哇，你即摆伫遮？我讲你知影我送无？伊讲你当作我毋捌你哦。咱就慢慢就安尼嘛吼，
你就是我尾仔囝啦，煞毋知安尼啊，就伫迄搭遐，我就甲伊用布丁互伊食安尼。伊讲，你要做伙食无？我讲，我知影你会叫我做伙食，虽然我搁准备一个安尼咱两个做伙食安尼一人一个，毋是大个哦，要细仔就好，安尼食了拄好安尼哇，就开始伫遐食布丁，开始讲话，就谈天说地安尼呢两个某囝伫迄搭遐来讲讲即马伊个情形安怎，即马囡仔安怎等等即个孙仔，我当时要结婚8月一个9月一个，恁两个咧当时我讲你着甲伊祈祷祝福哇，就讲到讲我介绍捌去你个牧师馆对对无？我讲对呢，好你会记记，嘿你会记记无？你去牧师馆的时阵趴伫迄个沙发遐看夕阳，讲对我知迄偌水你敢知？足清楚的呢，迄天足清楚。安尼开始讲，好伊着甲我着甲学了讲你看94岁，无成94岁安尼。头壳清楚，这面皮佫遐得幼白安尼讲，我愈看你的这个喙齿愈水安尼送甲你用的安尼讲我的喙齿愈水安尼迄暗讲4摆，两个某仔囝伫迄搭遐讲甲互人赶，你知无？迄管理员讲，时间超过你爱走啦，因为爱休困啦，看咧，讲2点钟尔，但无偌久啦足紧。像时间就安尼完成过我就甲讲明仔载我甲阿免过来看你看你了，阮就爱甲转去台北安尼我伫个遐甲老母迄款的亲近都互我想着讲对上帝互咱有即个家庭的温暖，特别上帝赏赐我即个属灵的妈妈，到94岁，逐日悠远地为着我甲我的家祈祷，为着阮的家庭。无论什么人，伊拢会当提名来祈祷。我感觉这是我足大的一个福气，因为我有一款的典范，通互阮学习。我嘛安尼来将这款的信仰继续甲流传落去所以会感觉讲到94岁，毋知上帝阁要互伊偌久的时间，总是若有机会，无论是亲自转去，还是透过手机总是。会当甲伊问安，会当甲塞奶，互即个妈妈心内袂感觉孤单，互伊知影讲，伊到即马阁真有用途呢。因为伊的祈祷是足有权柄的，伊祈祷是上帝互伊的权柄，会当为着伊的囝儿事实来祈祷。兄弟姊妹，我感觉上帝真疼惜我，就是互我伫即个家庭内面。虽然我的家庭开始毋是是。我爸爸妈妈是白手起家，总是阮看见因温群诚实的做工甲处事，拢成做阮一个上介好的一个资产，嘛是阮继续甲伊学习的一个对象所以感谢主，会当有一款美好的时间。我相信上帝祝福要对家庭开始，咱祝福嘛爱对咱家己的家开始，对无？哇！所以愿上帝帮助咱咱厝里的人是甲咱上界亲密的，只是常常咱会忽略去，就是讲咱爱为着厝里的人不断来祝福因。厝里的人上亲密，嘛会当讲上了解，彼此的不足的所在、欠缺的所在是甚物，总是无看遮的。咱要看是甚物？上帝互每一个人的恩典绝对够额。上帝嘛要透过咱为着咱的囝儿世界，为着咱的世大人来祝福，要搁较赏赐伫咱的家庭的中间。所以求上帝互咱有即款的看见，咱会当体会信仰即款的传承，就成做家庭足重要，得到上帝恩典的一个基础。咱看上帝来呼召摩西的时阵，爱摩西起来。去到埃及来拯救伊的百姓，上帝就呼召摩西的时阵，甲摩西讲讲我是你的老爸的上帝，
咱的中文的圣经是讲，我是你的祖公的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哦。哇！这个上帝摩西启示显明的时阵，甲伊讲我是你历代祖先所牵条、信仰甲应允的迄位上帝呢。哇！这得互咱体会甲了解讲哦，原来上帝要赏赐人是有伊的计划，而且迄个计划毋是一代尔，是代代无尽的。因为伊本就是一个祝福的上帝，是充满慈爱、怜悯的上帝。所以兄弟姊妹，若是安尼，咱对信仰来传承，咱嘛知影，咱嘛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敢毋是？因为咱看，照着迄个上帝甲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上帝就伫摩西，亚伯拉罕到摩西偌久的时代，偌久的时间呢？差不多600年呢。对亚伯拉罕到即马，上帝显明予摩西看见，我甲伊讲，我是你祖公的上帝，是你祖公的叫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呢。迄经历600年啊呢，600年咱会记，咱敢会记得600年咱的祖先是啥？咱毋知影对无？总是咱的上帝知影，因为上帝甲亚伯拉罕立的约是迄个永远的约，是袂废无的约，是世世代代遵行伊的子孙的人，拢会当领受的。所以咱若是嘛会当讲，咱就是承接亚伯拉罕的约。上帝应允祝福的约的子孙啊，所以你我咱爱有相信这件代志，这是今仔日咱会当做伙来学习、来了解。所以今仔日对这段经文内面，牧师就提出几项，甲咱来学习。咱要安怎会当为着咱的家庭来祝福？第一，咱就爱安怎，就爱建立一个超越理性甲环境的一个信心。好，希伯来书安尼甲咱。因为神就试验的时阵，就将以撒献上，这就是迄个欢喜领受应允的，将家己的独生囝献上的一个事实呢。哦，所以得甲咱讲一件代志，亚伯拉罕伫即个时阵，无阁用人的想法、人的限制来咧想讲，上帝所应允的，敢有影会成吗？过去，伊用伊家己的想法。来伫想讲，上帝讲要祝福伊，哇！祝福伊到即马，我还袂有囝，讲要互我的囝亲像天边顶的星、海边的沙遐济，总是无啊。所以伊就安那，佮带细姨对无？来生一个一时万里，甲上帝讲啊，敢是即个？上帝甲讲毋是，哇！啊，毋着白做工的，啊，佮带来足济的烦，会交叉，敢毋是？哇！互伊足头壳疼。所以对遮咱会当看见。伊伫即个时阵，伊无阁带着人的思想、人的限制，伊完全看待的就是上帝所应允的，是永无改变的。上帝所讲的话是袂后悔。若是安尼，咱就会当看见，因为安那圣经就甲咱讲，伊掠做上帝会叫，爱叫人对死人中阁活。好，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的一个注解哦，总是咱看保罗安怎讲，保罗更较清楚讲亚伯拉罕所信的迄位上帝是啥物？是会当叫人死过活，会当对无变成做有的上帝啦。哇！这两件代志对人来讲拢无可能做，敢毋是？总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就是安尼，超越理性，超越环境，伊的信就成做咱学习的一个模范。所以咱看即届上帝耶和华上帝爱伊献伊的囝独生囝以撒，即届考验伊得到100分。所以就伫安尼，上帝就甲伊立约，讲我要甲你立一个约，要祝福互你，互你世世代代会当对我领受我所应允你的。所以兄弟姊妹，这个约咱就会当看见是因为安怎？是亚伯拉罕用信心超越理性的、超越环境
迄款的信心得到上帝的欢喜感纳。所以兄弟姊妹，咱常常会互理性甲咱限制，会看到环境，咱就会退缩，咱就会揪起来。总是这就是表示咱的信心阁有进步的一个空间。我上帝帮助咱，互咱明白咱所信的这位上帝是怎样的上帝的时，咱就会当知影。咱就爱伫生活中间，就爱来操练，要安怎牵调上帝的应允，佮过一个顺服上帝的一个生活啦。所以咱看亚伯拉罕受呼召的时阵，75岁，嘿，75岁安尼，75岁啊，即马75岁上。咱5张都75岁，上帝甲呼召讲：你即马要去非洲住，伊讲无法度啦，要母死人敢是嘛？75岁，亚伯拉罕用一个足单纯的信心离开伊的故乡，伊的故乡是伊足习惯的啊。有伊的家产，有伊的亲情朋友，伊建立的拢伫迄带遐。总是上帝甲讲，你着出5年城，离开5年，然后去甲哈兰讲，你着搁离开哈兰。哇！上帝爱伊安那放下过去遐伊所活去的，总是上帝有甲讲，什么所在无呢？讲你着出去，包袱啊款款的，75岁5张了，等于包袱啊款款的，你着出去。哇！要出去佗？我拄仔讲要去非洲呢，佫有足清楚讲买非洲，伊讲无爱呢。啊，若讲毋知影买佗，佫较烦恼，敢毋是？兄弟姊妹，所以迄款勇敢的心是对安那，对单纯的信心所产生出来。所以愿上帝帮助咱。咱看伊专心专意，就是牵调上帝应允，跟对上帝的脚步。上帝爱伊去对，伊就去对；爱进前，伊就进前。伊完全过着一个顺服的生活，所以咱就看见上帝就大大赐福伊呢。无论伊去到伫倒落，伊拢会当安那得到丰盛。而且咱看伊面对对敌的时阵哦。哇！连伊家己的家庭都会当拍赢4国的联盟啦，安尼有厉害无？4个国家的联盟讲拍输伊的家庭啊！亚伯拉罕伊的家庭的壮丁就会当赢4国的国家的军队呢。安尼伊的强盛，咱就会当想象。所以上帝爱迄个顺服的人，就带来对上帝所领受的。就是无限的恩典，无限的道路，教业会开力通用。这就是应验伫新约耶稣所讲的，讲恁大圣就爱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就这个拢要煞互恁。嘿，耶稣用安尼来互咱清楚，慢慢会当看见亚伯拉罕就是过着这款的生活，伊掠上帝的国甲上帝的义。做第一，上帝就将这个所有的拢允许予伊。所以兄弟姊妹，所以咱常常有得读约翰3书第2节讲：愿你凡事兴旺，身体健康，亲像你的灵魂兴旺一般样。嘿，咱会当深深体会，这个凡事会当亨通，身躯会当健康的基础伫倒落？是安那？是因为你的灵魂是精英的哦，你的灵魂是丰盛的哦，这是基础呢。所以对安尼，咱就会当看见灵魂，基督徒的足重要、足真正爱清楚的，就是什么？就是灵魂的爱丰盛，身体就会健康，凡事就会当丰盛。阿们。所以灵魂的丰盛。身体健康，凡事丰盛，阿们。咱做伙讲一届哦，灵魂丰盛，身躯健康，凡事丰盛，这是上帝要赏赐予咱的。咱若知影基础是甚么，咱的灵魂若是健康的，
咱看代志就安那，拢会真健康的角度来看，咱就会徛较悬，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万项代志，看代志就无共款咯。好，看代志会无共款，心境就会无共款，气力嘛会无共款，行出来甲结果嘛会无共款的。所以兄弟姊妹，这就是咱的信仰所带予咱的吼。搁过来，咱会当看亚伯拉罕，逐日搁较咱来学习的，就是安怎，伊有一个真坚强的信仰，来成做伊的囝儿孙的一个祝福啦。好，咱看伊即款的信仰，甲伊诚实的做人，就行做伊子孙的一个典范呢。所以圣经内面足特别的哦，伊讲亚伯拉罕因为信，然后讲到伊的囝以撒因为信，讲到伊的孙啊雅各因为信，讲到伊的干仔孙约瑟因为信，然后要提醒摩西，你嘛要因为信，要行迄个人所看做无可能的事，要成就我对以色列你的百姓的拯救，嘛要成做万国万民拯救的一个典范甲模样呢。兄弟姊妹，真水哦！所以这款的信仰会当互咱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三代若会当经过这个信仰，我相信咱第一代的使命就完成啊啦，对无？吼，你将信仰天条活出上帝所欢喜的家庭的生活了后，你就教示你的囝。不但教示你的囝，你嘛爱教示你的囝，叫伊就爱教你的囝，伊的囝就是你的孙啊，对无？所以你嘛爱来好好嘛陪伴孙啊，伫信仰的顶面，互伊建立起来。若是安尼，你是这个信仰的传承，我讲你是100分的啊，阿门。因为旧约就是安尼甲咱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这是上帝在祝福人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方式，嘛正做咱领受这个应允所应该爱尽的一个本分哦。所以，咱会当看见亚伯拉罕，上帝的救恩的计划就是安尼，对一个人开始，到一个家庭，对一个家庭到一个家族，对一个家族到一个民族，然后到伫新约耶稣基督的时阵。透过耶稣基督，就将这个救恩成做万国万邦万民，既然愿意心内相信、嘴承认，就会当领受这个救恩。哈利路亚！这是上帝拯救的计划，以奥妙的作为呢。所以，愿上帝嘛祝福你哦，互你成做你的家庭世世代代的亚伯拉罕。可能咱前就已经有信的，总是咱嘛要搁较领受，搁较轻调，亲像亚伯拉罕用这款真单纯的信心来面对咱的生活，来互咱搁较知影，咱是得到受恩的囝儿，一代一代拢要建立搁较水的一个信仰。所以兄弟姊妹，咱会当去思考无？咱安尼久年拍拼伫咱的生活去工作。去建立家业，到底咱要互咱的囝儿孙的是啥物？有真侪人就是讲哇，安那建立家业就是要互囝儿孙好好享受。哎，咱看这富二代吼，对无？是足头疼的代志，敢毋是？吼，有真成功的、真好的传承的，总是嘛有真侪的败类呢。所以到底咱要传承的？互咱的囝儿是啥物？咱就爱好好来思考。上帝帮助咱，你若要互伊存款簿，不如安那，互伊一本圣经啦，敢毋是安尼？好，这是咱伫生活，咱会当好好来思考的。所以信仰，基督的信仰是上有价值的传家之宝呢。好，咱的信仰是上有价值的。互咱会当好好来思考，好累积上天的产业，
来较会当来代代来相传。我的老爸伫2007年的时阵，7月20，伊的身躯会无真好势吼，总是伫迄个进前，伊伫甲我的老母结婚金婚是几年？60年对无？吼，金婚的时阵，伊就用这段经文甲阮讲，这是伊一生的座右铭。伊讲：我情少年打年老，袂捌看见义人受放杀，也袂捌看见伊的好的做乞者。诗篇37篇25节，白话的圣经翻译了足水的哦。讲我情少年打年老，袂捌看见义人受放杀，嘛袂捌看见伊的好的做乞者。诗篇37篇25节，伊用即句甲阮讲，后来伫伊的坟墓的顶面，阮就将即句诗篇的话，就甲伊刻伫顶面，互阮世世代代会当孝念。到伫2007年的时阵，7月20，因为伊长期讲伊的即个骨头疼吼，去互医生看，医生讲这骨头疼吼，即个龙骨疼，即个吼，就先食消炎的，食消炎，一直食要规冬的消炎的。最后较去照电工了，较发现讲，毋是骨头疼啦，毋是龙骨在疼，是安那胃出血啦。胃出血，佮食一冬的止疼药啊。所以伫7月20，只好经了解，就随去开刀。伊要入去开刀的时阵，伊真正伫阮的兄弟姊妹，要甲杀入去开刀房的时阵，伊安尼讲哦。伊讲爱好好敬拜侍奉上帝，酒驾会行行顺顺，拢爱遵行。我老爸从来无用遐严肃的态度甲口气对阮讲话。我老爸是足温和的一个老爸哦，总是伫迄天，伊倒伫即个病床要互杀入去到手术房的时阵，亲像伊的心内面知影讲，伊的时间无偌久啊。所以，伊就真严肃的态度甲阮讲爱好好敬拜侍奉上帝，酒驾会行行顺顺，拢爱遵行。所以我将即句话就紧甲伊写起来。到伫伊后来过往，就是过年的8月6月17，伊过往的时阵，阮就兄弟姊妹就知影讲，老爸伊知影。伊的年间，佫剩较无一年，所以伊伫迄个上介重要，佫会当有气力清楚来表达讲话时阵，将伊心内面对咱的祝福，得甲咱讲，嘛叫咱爱遵守。所以兄弟姊妹，我相信这是上帝对我家庭一个极大的一个祝福的因由，因为上帝看见伊的。我的老爸老母有一款好的德行，有一款好的信仰，是阮所学习的。所以咱有咧讲，互伊鱼不如爱教伊爱钓会晓钓鱼啊，对无吼？你若互伊鱼是一顿尔，敢毋是？你若互伊会晓钓鱼啊，是久久长长的代志。是，我相信咱嘛爱安尼思考呢。咱要互囝儿存款簿，不如爱互伊圣经，敢毋是？这是咱需要好好来了解嘛，透过安尼来接受的一件代志。这是上帝互咱会当体会，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伫5月这个时间的中间，咱好好来思考咱的家庭。你会当继续为着你的家庭带来什么款的祝福？一定是会使，因为你会当用你的话语来祝福你的家庭。伫你的家庭内面，较少批判，较少勒骂，较济的祝福。我相信这是上帝爱咱做的代志。伫家庭内面，咱可能用另外一个眼光来思考，较济的欣赏，较济的彼此的尊荣、尊严。我相信这对家庭拢会得较
带来真正面的一个稳定的中间。所以，愿上帝帮助咱。虽然咱的家庭毋是完全的，每一个人有无共款的一个个性，也是无共款的一个过去，总是愿上帝互咱有智慧，成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我要成做我的家庭的亚伯拉罕，我要成做我的家庭的亚伯拉罕，因为我要搁较专心来归往伫耶稣基督，搁较济来用单纯的心来遵探伊的道路。我要建立我的家庭，可能伫家庭我毋是迄个上界重要的，总是我要帮助我家己，成做我家庭花园的园丁，来种花、压水、落肥，用送我这家庭的土，互我的家庭，毋是战场，是花园。阿门。你来祝福你的家庭哦。你讲我的家庭是花园，毋是战场。来，花园毋是战场，咱就爱常常安尼宣告哦。无论咱即摆现况安怎，咱爱用超越现况、超越理性来宣告，对无？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哦。我的家庭是花园，毋是战场，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但永光教会每一个家庭拢有亚伯拉罕的角色，每一个家庭拢有亚伯拉罕的角色，互咱会当亲像旧约所记载、新约所记载。上帝所启示讲，我就是迄个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是你祖公的上帝，嘛是你的上帝。这上帝都家己安尼讲啊，咱更毋免讲我的上帝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就是我的家的上帝。阿门。这是咧宣告，咱甲上帝有一个契约，就是伊甲亚伯拉罕所契约的，嘛要伫咱甲咱的家来显明出来。所以，咱做伙来讲一句话哦，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也是我甲我的家的上帝。搁一届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也是我甲我的家的上帝。阿门。咱会当常常安尼宣告，因为这是上帝应允咱，嘛上帝已经将咱带到伊的面前，咱就爱这款不断宣告：我的家是花园，对吧？你是园丁，所以既然你的家是花园，你是园丁，你就好好去经营，去压水，去甲伊掘了松，去甲伊种花，去甲伊培养这花的香味，就会当伫你的家不断来呈出来。这是咱拢会当做的代志。阿门。所以愿上帝帮咱，互咱有这款的看见咱最后来用中文来读牧师所提出来这个四个小题目为着家庭带来祝福来一搭建超越理性和环境的信心；二操练紧抓应许与顺服的生活；三传承坚贞的信仰来祝福子孙；四累积属天的产业来代代相传。阿门。无论你结婚还是还未结婚，这个拢会成做你的祝福。阿门。好，咱这时阵，咱要来做伙来读这段的圣经来做伙来。我是你的祖公的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出埃及记3章第6节，搁一届来。我是你的祖公的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阿门。3章第6节，愿上帝对咱宣告，伊是咱的上帝，互咱亲信，伊是咱祝福的一个源头。咱来念这条诗歌，来回应上帝的话语。
出来哈。好，来。哈利路亚。求主使我清气的心，予我一世甲你相似，享受伫你内面安歇的真实，听你的声，笑念你的听，求你透放困苦的我，长得满心的甜满，安稳伫你永远坚固的照伴，伴过生命黑暗的阴影，用你温柔的手，擦消受伤的痕影，用你完全的疼，包围软弱的心肝，求主使我清净的心，予我一世甲你相似，享受伫你内面安歇的真实，听你的声，笑念你的听，求你透放困苦的我，zan得满心的甜满，安稳伫你永远坚固的照伴，伴过生命黑暗的阴影，用你温柔的手，擦消受伤的痕影，用你完全的疼，包围软弱的心肝。今日早起，咱要来祈祷，求上帝帮助，互你成做你的厝、你的家，世世代代的阿伯拉罕。总是咱知影，咱要亲像阿伯拉罕，咱就爱有学习伊的信心，无看环境，超越理性，求上帝暂停咱即马所有一切的羁绊，互咱轻松愉快，日日来亲近伊，好无？咱来祈祷，求上帝帮助你，互你清清知影，你就是属灵的阿伯拉罕，你是你的家的祝福，你会当为着家，你的家带来更较大的祝福。咱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互阮伫遮来看见，上帝你呼召阿伯拉罕，拣选伊，互伊成做万国的祝福，就是透过一个人用单纯的信心来领受，就会当来得到完全你帮助。我成做我的家阿伯拉罕，我的兄弟姊妹每一个人，拢成做伊的家阿伯拉罕。天条给你，暂停一切的牵挂，单纯来到你面前，相信上帝你就是我的主，因为你甲阮应允，你是阿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感谢你，哈利路亚！将这款的信心建立在阮的生命，我爱更加信心来领受，互你的欢喜。主啊，感谢你，感谢你，哈利路亚！用你温柔的手，擦消受伤的痕影。用你完全的疼，包围软
主，阮感谢你，互阮有典范通学习，就是透过阿伯拉罕，你甲阮讲，你是阿伯拉罕的上帝，也是阮的上帝。阮感谢你，祝福伫阮的顶面的，是比即马搁较济。迄个恩典是搬过阮理性所会当了解、相信的，所以恳求你帮助，互阮的信心搁较大，就亲像器躯会当领受搁较济的恩典。祝福阮每一个家，互因愈来愈亲像有香味的花园一般样，来享受迄个生命的快乐，迄个香，迄个五彩杂色的花，拢伫阮的家来发生，来生出来。感谢你听阮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听，嘛是信心的行动。请咱用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会众请起立。会众请坐。事工分享。兄弟姊妹平安，咱来关心咱教会这个事工咱伫周报拢会当清楚来看几项代志，直接来做提醒吼。咱真感谢主，咱这期的幸福小组就伫前礼拜这个第7周第1阶段来完成吼。有真济这个组因真用心来经营所以咱感谢主。后礼拜有几位的兄弟姊妹，也就是透过幸福小组要来洗礼吼。总是嘛有几位决定要来洗礼总是佫有发生一寡代志吼。所以咱爱好好来祈祷，求上帝帮助互因的心无惊吓会当来真平安顺利。虽然身躯有一点安怎，总是
上帝保守因的信心会当坚定因这是祝福的道路总是撒旦魔鬼嘛会做工伫这个中间的所以咱为着后礼拜要洗礼，这兄弟姊妹，咱来好好为着因来祈祷好。咱的少年因的培育系统恩怨有23名来结业，咱感谢主，或者这青少年有完的信仰，会当有好坚定一个信仰对因一生来讲，这是一个真大的祝福的基础后礼拜咱要圣礼典所以请咱兄弟姊妹备办心来甲主同坐祷5、28咱拜二有领受之夜即届是即个医治祈祷的操练甲有牧区的组员的4名的分享咱遮的中级以及咱的天三角请咱拨时间来参加咱6月初9就是6月第2礼拜，咱幸福名人的音乐会咱有请诗瑜伫即搭遮来分享加献诗今仔日咱伫周报内面拢有业即个广告单咱来会当来邀请咱的遮的朋友是无信的拢会当来到伫咱的中间，做伙来享受伊伫4名内面即个的经历，我相信会帮助真侪人会当来认捌耶稣基督。好，咱永光教会的即个青少年青春舞会的营队伫6月18到20有3天，对象是国小6年甲国中的3年，就是要毕业的这毕业生拄6月18，因已经是休困啦拢毕业典礼了咱要为着因来开这个营会，去年开这个营会有真好的反应所以咱今年嘛会当继续来帮助这要毕业的学生互因伫即个两性的这方面会当更较清楚什么是上帝欢喜甲祝福的事好咱暑假嘛有一个儿童的戏剧的艺术夏令营这是真活泼透过这个戏剧来帮助这囡仔，互因会晓去表达家己，互因有信心这是真好所以咱即届有敢若要收60名敢若咱的囡仔应该就差不多所以期待嘛会当要报名的，也是咱出边隔壁嘛会当来甲因邀请好6月初1咱有3个牧区要出去户外的旅行所以咱嘛为着即个来祈祷，就是即个拜6的早起7点半，咱伫1楼要集合8点要开车所以毋茫有参加的，请咱来关心来注意即个时间咱继续为着约翰甲千惠咱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愿上帝继续能力伫因的顶面来互因恢复健康。好即碟请咱来起立，咱做伙要来吟即条诗歌彼此来祝福。天主来临祝福你，平安福气满满心，万千心来充满你，大望大热烈大福气，上帝祝福你，祝福你，伊的面光照你，喜乐充满你，烦恼拢无去，主事大福气。来，彼此来握手，彼此来祝福。祝福你，
我你烦恼拢无去，事事大好去。伊若充满你烦恼拢无去，事事大好去。请咱议员徛者，咱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上帝以大能的手骨来扶持照顾恁，互恁日日经验伊的能力，透过圣神伫恁中间来运行。也愿耶稣基督无限的救恩，甲伊丰盛的恩典，临在伫你甲你的家，互你成做你的家的阿伯拉罕，对这事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阿门。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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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义无高望，我为你对将来，义无高望，步步行行，我精彩呀，已将我中来。喜乐充满了我，因为和我。阿门。兄弟姊妹平安，平安。请坐，咱今仔日礼拜暂时到这，愿上帝保守咱登去的脚步。我们等候主，不住寻求你面，昼夜地祷告，为这时代呼求，侧耳来垂听，谦卑悔改声音，愿救赎和医治临到这地。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像云彩围绕，充满在这地。圣灵如风地吹进每颗枯干的心灵，我们灵魂在此地苏醒。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祷告的声音如水不停息，父亲会转向儿女，儿女会转向父亲，每个时代何以敬拜你？何以敬拜你？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像云彩围绕，充满在这地。圣灵如风地吹进
转向儿女，儿女会转向父亲。每个时代可以敬拜你。